因為我要返餐館工，所以今個星期日唔可以去教會啦。明白，明白。好多人都喺為兩餐而犧牲咗好多嘢嘅。要知道，上帝用咗6天去創造世界，佢響第7日就休息，但係佢冇指明第7日係星期幾啊。呢個原則就係，我哋每個星期都應該抽出1日時間去休息同復原。至於靈性方面，好多教會而家都會喺佢哋嘅網站上面提供網上服務同封存嘅視頻 （archive videos）。你可以喺你方便嘅時候睇返呢啲影片，對你嚟講係會有幫助嘅。同樣地，我哋隨時可以同神傾偈㗎，因為我哋同神係有1對1嘅關係，唔使等到星期日或者去教會先至傾得㗎。至於同神傾偈，有啲人專稱佢叫祈禱。祈禱係冇任何公式可言，你可以夾雜用唔同嘅語言，廣東話、台山話、客家話、潮州話、上海話、國語、英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等等，同神傾偈，神都會明白㗎，冇嘢可以難得到佢嘅。喺呢度我附上繁體中文聖經參考資料 Traditional Chinese Bible References，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啦。分享經驗，先讀創世記舊約 Genesis， 然後跳去讀新約裏面嘅約翰福音 The Book of John、 使徒行傳 Acts 及詩篇 Psalm， 咁就比較容易了解神的話語。若果你認為係時候去接受耶穌，官方用語係決志，咁我就恭喜你，但你一定要去受浸 Baptism，先至會成為信神嘅一份子。多謝收睇。如果你有難題，記住問。有緣就下條片見啦。